OK，Google，请帮忙搜寻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入关表。绕境活动入关表，要按这个祭典活动这个下营上玄天上帝庙祭典活动那个。诶，入关表这样才比较快的。没有入募款了，不要被骗了。哦，盛况近年来之最啊！遇到连续假日，参与人数相当多，规模比例最大哦。来自桃园、新北的、台北、台中哦，从上帝庙分灵出去的有庙哦。中山的北极店也是哦，正头鱼200只参与哦。哦，内容真丰富啊，优秀优秀。哦，上帝庙严格呢，哦，内容丰富啊。建庙已经超过300年了哦，寿命达3701户。哦，连那个下营菜市场都已经新建了呢，好棒好棒啊！维基百科也有。有上帝庙去年呢还换屋顶呢，哦，斥资3000万，屋瓦减年换新装哦。哦，绕境活动的，这个还不是入关表呢，刚刚有找到入关表呢。这哪一天的？不晓得是哪一天的。OK，Google，请帮忙搜寻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入关表。你可以试下做了地野，你可以讲丢铜板，或者要。哦，优秀优秀，可以做的事情真多哎，一问一答嘞，还有提醒做很多事，导游嘞哈。哇，优秀优秀，换算了。对呀、1英里是几公里，1公斤是几磅，哇，还字典呢，计算呢，优秀啊！哦，好棒好棒哦，还记密码了。OK，Google，请帮忙搜寻下营上帝庙入关表，或者说绕境活动入关表，这样比较清楚。绕境活动入关表，声音哦要越准，查出来的效果才会越好。
哦，对了，就是这个啦，我就说啊，下游上帝庙入关表，这样一简单又清楚，然后很快就找到了，效果真好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因为遇到连续假日参与者很多了哈，正头说200多个人，好好努力啊！有的网页还会把那个文字朗读呢，广东话那个网页，还念千字文啊、三字经啊、百家姓啊、幼学琼林还是什么，连粤语词典都有办法念。那网页上就有个按钮叫做朗读，一按下去就会念出声音来，广东话的哦。那个网页就Web Speech 那个可以研究看看。Web 就网站 ，Speech 就是说话、演讲。你看第一天、第二天，内容真多啊！你看台北市松山、北极店的都有，战鼓啦、舞蹈团啊、康元帅、赵元帅、我马六批啊、玄天二上帝神语啊、玄天三上帝神语啊、玄天大上帝神语啊，